當全場只有兩個觀眾嘅時候，可以點樣將尷尬轉化為主菜？我經常會有一種焦慮，好驚自己做嘅事達唔到人哋嘅預期。直到上一次我去聽咗關於一個加文嘅講座，我同朋友理所當然咁樣以為呢個會有幾個人甚至幾十個人坐喺度聽嘅講座，結果全場竟然只有我哋兩個聽眾。我同朋友當時都有啲愕然，亦都有一種難以言喻嘅尷尬。但係對方不愧係老江湖，佢似乎一早知道我哋嘅反應。佢一開場就好坦然咁樣同我哋講，今日唔係推銷任何嘢，純粹係分享行業嘅知識，去嘗試卸下我哋嘅防備心。之後佢亦都展現出令人折服嘅自信同埋專業，亦都冇硬推銷，冇俾人一種壓迫感。佢就好似行業嘅前輩，講俾我哋知佢對行業嘅見解。憑住呢個穩定嘅氣場，佢不動聲色咁樣化解咗呢場尷尬。佢將呢場微型嘅講座主導成一次有質量嘅交談。喺嗰一刻，令我明白到，當你足夠專業同埋足夠有自信嘅時候，無論眼前嘅局面有幾尷尬，你永遠都有呢個能力掌控局面。